这个暑假太热了，一天不得去游泳，浑身难受啊！所以今天不排段子，今天出发去游泳。走啊，不是去游泳啊，怎么不走啊？我们忘记路怎么走了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带路呗。跟上啊！走。只要你们暑假来广西，我辉总带你们实现游泳自由，永远自由。哎呦，这两兄弟啊，又去偷谁家的龙眼来吃哦？什么偷的？这是我妈买的。对呀，我不信啊，拿点给我吃，看一下。龙眼拿去，衣服我就不脱了，直接下去。我也不脱了。辉总啊，要不然我们来比憋气吧？来呀，我跟你过。来呀，我来做裁判。3、2、1。这只是什么啊？兄弟们过来看，快来，这是什么？